大家好，我係阿 Sam。2025年3月嘅智障級別賽事成績快訊咧，又同大家見面啦。今次嘅賽事成績快訊咧，係帶嚟咗2場嘅本地賽事同埋2場嘅海外賽事嘅。香港智障田徑隊啊，喺今個月嘅月頭啦，同埋月尾係分別出戰呢一個咧香港青少年分齡田徑賽第一站，咁同埋咧2025年嘅香港田徑系列賽2K 10項全能嘅賽事嘅。而海外賽事方面咧，今個月就有一場好大型嘅賽事，就係已經係圓滿結束㗎啦。咁就係咧2025特殊奧林匹克世界冬季運動會啊。咁香港特奧代表團嘅17名運動員咧，全部都有牌而回㗎。咁分別咧，佢哋係攞到14金、5銀、9銅嘅佳績。智障泳隊咧就係參與呢個 City 世界殘疾人游泳系列賽，意大利利尼亞洛薩比亞多羅站嘅呢一次嘅賽事咧，一共係派出咗11名嘅泳手啊，全部智障級別㗎。咁佢哋係攞到咧1金3銀6銅嘅成績，係比起上一年嘅同一站嘅賽事咧為好嘅。嚟緊4月份咧都會有2場海外嘅賽事參與嘅，都係喺4月頭係舉行嘅。咁就分別咧喺4月6號至到10號啦，就會有2025芬蘭世界殘疾人乒乓球未來賽。咁呢一場咧係智障乒乓球隊嘅第一項嘅海外賽事啊，咁就係喺芬蘭拉赫蒂嗰度舉行嘅。另外啦，智障泳隊亦都會繼續去海外參與比賽嘅。咁繼續係 City 世界殘疾人游泳系列賽，呢一次嘅地點咧就係日本靜岡富士嘅地方啊。咁呢一次咧，呢一個咧亦係新加嘅一站賽事嚟㗎。本地嘅賽事方面啦，就香港智障人士體育協會啦，咁就會舉辦第68屆體育節展能運動會嘅。咁呢個亦都係每一年都會有㗎。咁係俾一啲咧有啦，或者咧係身體機能比較遜色嘅朋友仔參加嘅。咁就喺九龍公園嘅體育館。咁每一年咧，佢哋都會有啲大學啦，都會設立一啲嘅攤位，係運動遊戲嘅攤位，俾啲參加者可以感受當中嘅樂趣嘅。之前咧都呼籲大家投票去支持我哋香港2位嘅智障運動員鄧偉樂同埋陳瑞琳啊。咁就係角逐一個香港傑出男女運動員嘅殊榮啦。咁結果咧將會喺4月17號喺呢一個會展咧就係公布呢一個結果啊，睇下到時會唔會有機會係能夠角逐到男女各5傑嘅其中一個殊榮啦。咁首先咧就係講特殊奧運冬季世界運動會啦。今次嘅世界冬季運動會可以話係一場咧縮咗水嘅呢一個冬季世界賽啊，因為咧佢本來咧每一屆嘅世界賽之前嘅數日咧就會有一個叫做社區接待計劃嘅，咁就俾各國嘅代表啦嚟到當地咧去感受一下風土人情同埋適應當地嘅環境嘅。咁都會有好多唔同當地嘅人啦，就去歡迎呢啲嘅代表隊啦，咁同埋咧做一啲接待啊，做一啲活動咁樣嘅。咁但係今屆咧就冇呢一個社區接待計劃啦。咁香港嘅代表團啦，咁我都睇到一個現象，就係嗰個整體嘅年紀咧都係偏大嘅。如果夏季世界運動會咧，就會係被譽為咧係一個2線梯隊一個好大嘅重要賽事嚟嘅。咁但係咧夏季世界運動會啦，甚至乎咧冬季世界運動會咧入選嘅名單嘅運動員咧，對年紀都係偏大嘅。好多都係喺特殊學校畢咗業嘅一啲畢業生啦。
咁又或者咧就係直情出咗去做嘢㗎啦，即係可能係兼職嘅工作啦。只係咧有少部分嘅運動員咧讀特殊學校嘅啫。咁呢一個咧亦都係表示咧仍然咧係受 Covid 停擺影響到咧梯隊培訓同埋晉升嘅情況嘅。咁整體嚟講咧，今次冬季世界運動會嘅獎牌數目咧，就都算係中規中矩。每一個運動員咧，至少都有一面獎牌落袋嘅。咁即係恭喜晒所有得獎嘅運動員啦。跟住去講下咧 City 世界殘疾人游泳系列賽利尼亞洛薩比亞多羅站嘅賽事啦。咁今次嘅成績咧，即係比起舊年嘅一屆咧，都多獎牌嘅，咁就1金3銀6銅。點解咧？就其實就受惠於後殘奧嘅時間啦。因為咧殘奧之後咧，咁啲世界各國嘅泳手咧都只不過係派啲泳手出嚟去預賽預操嘅啫，就唔係話真係全軍去派運動員參與。因為上一屆咧係因為近殘奧，咁所以咧個競爭就激烈好多嘅。咁除咗巴西之外啦，即係Gabriel Bandeira呢啲泳手巴西嘅姊妹花之外啦，咁其他咧佢哋嘅實力都有限嘅，咁就唔係話特別話好多好強勁嘅泳手喺度。咁所以今屆多獎牌亦都係受惠於呢一樣嘢嘅。咁而獎牌最多嘅運動員咧就係陳瑞琳啦，咁就喺女子綜合殘疾組100米蝶泳啦，就攞咗面金牌啦。200米個人混合泳咧就攞咗面銀牌嘅，而銅牌就100米蛙泳嘅。咁而劉超儀咧就喺綜合殘疾青少年組咧都攞咗2銀1銅嘅成績嘅。咁整體嘅成績嚟講咧，雖然話好多獎牌啦，咁但係整體嚟講咧都唔係話十分有突破嘅。咁不過都係可以可賀嘅，就係張俊樂喺男子綜合殘疾組100米蝶泳咧就刷新咗呢一個自己嘅個人最佳成績，同埋打破咗香港智障級別嘅紀錄嘅。今次咧11位泳手啦，咁亦都有新加咗2位嘅泳手加入咗海外殘奧級別賽事嘅一個行列啊。咁包括咧就洪泳朗同埋呢一個蔡志強啊。咁佢2個嘅表現咧，其實都算係中規中矩嘅。咁雖然話仍然係同世界列強有少少距離嘅，咁但係咧有啲項目咧，其實個表現都算係出色嘅。特別咧，洪泳朗喺100米蝶泳嘅賽事裏邊咧，都係排前嗰16、17名嘅，都唔錯嘅。希望咧佢哋都會繼續有唔錯嘅表現啦。咁知道咧今年咧係會有亞洲青少年殘疾人運動會嘅。咁睇下佢哋喺嗰度會唔會有機會登場啦。咁最後咧就係因為咧呢兩場比賽嘅出發時間咧都係相當接近3日之內啊。咁所以咧就做咗一場嘅機場接送之旅啊，都係相當唔錯嘅反應啦。咁多謝大家先。自從咧前年開始有機場接送之旅之後啦，都好想為呢一個系列咧做一個達成嘅條件嘅。我點樣去咧？呢一個實現呢一個機場接送之旅咧，有以下嘅條件嘅。咁第一咧就係即係我起碼要知道啦。佢哋幾時出發啦？咁呢啲來源咧都係嚟自咧我熟悉嘅隊友啦，或者咧就係康安 Sam 嘅職員，有可能會問埋佢哋嘅。咁佢哋幾時走啦？咁樣當然就係要我嘅時間能夠可以適合到去進行拍攝啦。咁如果佢係平日嘅1至5嘅朝頭早，咁我就去唔到噶啦。第3個條件咧就係之前2個條件達成咗咧，先至會實行嘅，就係第一，呢個賽事嘅出發咧係大型嘅綜合賽事，即係亞殘運啊、殘奧會啊、特奧夏季或者冬季世界運動會嗰啲出發啦。咁又或者咧係有一次
特奧篇咧係幾個賽事同一時間喺2-3日之內係發生嘅，包括係出發或者係翻嚟香港，我都係會計算嘅。咁最好咧，其實就係3日之內啦。咁呢一個咧就係機場接送之旅拍攝嘅達成條件啦。咁啊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啦。2025年3月嘅賽事成績快訊咧又告一段落啦。唔知大家又中唔中意呢一種嘅方式，定係翻去以前每一次比賽都要做一個賽事成績總結咧？不妨留言話俾我聽啦。如果想收到我哋最新資訊，記得讚好同埋追蹤我哋全球視者部落社交平台，帶你走進特殊社群不一樣嘅面貌。下集再見，拜拜。